镜头登来国内，台北宝林地食中毒案造成6个人死亡，唯一一个动静出院黄小姐到呾心内阁惊惊，体力嘛变真歹。消基会为今仔日开始正式受理这案件，只要有20个人以上，消基会都会代表受害者来拍官司。伊个这整个要讨超过1亿的赔偿金。 宝林地食食物中毒案件为3月发生，到即马有受害者经过甲死神拼命，总算康复出院，啊，毋过有家庭就此就安尼阴阳两隔。这个动静当中有6个死亡，唯一一个康复的黄小姐，到即马医院因命毋敢食东南亚的食物加几啊条，而且体力也变得真歹，非常差，然后可能就是做没几件事情，然后走一下路，我就感到非常疲惫。林我觉得真的，一定是要负起这些责任的，而且我觉得就是他应该重判嘛。 黄小姐已经收到市府汇款的医疗费用，也有台视台广场的12000块的慰问金。啊，毋过对受害者后续未知的身体健康影响甲精神赔偿来讲，拢无够。目前已经有30个受害者表达由消基会提起团体诉讼的意愿。消基会为17开始正式收件，那达到20人以上，对依法提起团体诉讼。 所以我们会就请求的部分再乘以2的话，然后有30位的这样子一个人数啊。那我们光是死者的部分呢，金额就说不定，我们如果请求这个1000万啊，或是2000万，那6个的话就超过1亿了。食安法里面规定有成立食安基金。 那对于团体诉讼有成立的话，我们都会依规定予以补助。就像今夜可能的破局，消基会也已经开始讨论未来可能面临的法律攻防，因为宝林地食业者可能无能力应赔偿，依法企业经营者也要负起连带责任。亲像湾北台视台广场甲都市西关工顶，未来受害者至少也可能得到一寡保险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